是赞美主的意思吼。啊，其实唔是吼，唔是讲唔是啦。那按照伊的功法、伊的文法、甲伊的时态，吼，应该爱甲翻译中令着俄罗耶和华吼，唔是干那是俄罗主吼，令着俄罗主，因为这是一个呼吁的功法吼，所以咱会知影，当咱咧讲哈利路亚，咱咧话讲哈利路亚，唔是干那讲赞美主哦，唔是，咱咧话哈利路亚是讲安那，咱着要来安那俄罗主吼，咱着要来俄罗主，是一个呼吁吼，就是呼吁安怎讲？呼吁吼，一个呼吁的话吼，所以伊本身各位兄弟爱注意一件代志，哈利路亚本身唔是一句俄罗上帝的话。唔知有讲清楚无？哈利路亚这句话本身唔是咧俄罗上帝，吼！你若对上帝讲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上帝会甲你问讲，啊无你是要讲啥？吼！我若对迄个尖顶老娘讲，尖顶老娘，我要讹了你，我讹了你，啊，尖顶老娘。来咧，你要讹了我啥？对，我讲蒋内娘，你这件衫足水的，这句话安那？这毋才咧讹了，是毋是？各位兄弟，咱毋通掠做哈利路亚是咧讹了上帝，毋是，哈利路亚是一个呼吁，咱在讹了上帝。所以当咱咧讲哈利路亚，咧呼吁哈利路亚时阵，你爱讲原因嘛？你要讲原因。伊讲，咱着来讹了主。是安怎？为什么？那个是要讲原因的。好，所以诗篇第147篇，你看落来第2节开始到第6开始讲，就是要讲原因吼。因为咱若要学乐，得有眼光啊，要有眼光，吼，爱知影谈欣赏，较有法度会当讲出学乐，有一个感恩的心，讲出学乐的话吼。这里就顺便复习一下，咱讲祈祷，我讲过来解啊。祈祷有的4个，至少有4个部分，哪4个？感谢、学乐、认罪，来咧，祈求啊，对无？吼，就是讲基督徒咱的。对上帝的祈祷至少有4个部分，就是爱学乐、认罪、感谢甲祈求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毋过各位兄弟，咱的祈祷内面拢总是啥？99.9%拢是啥物话？祈求吼，无可厚非，我嘛是安尼，对无吼？啥物时阵会想到要祈祷？开车无找到位的时阵，就要祈祷，对无？吼，拢是祈求吼，毋是讲祈求无好，是讲当咱甲上帝讲话，对头到尾拢是啥？祈求的时阵，咱甲上帝的关系建立袂起来。祈祷有一个介重要、终极的目标，是要甲上帝建立关系。毋过咱基督徒拢常常甲祈祷。实践祈祷，真做甲上帝讨物件，所以我们常常会说讲到这习惯了。我们祷告，上帝会不会应允？上帝有没有应允你的祷告？信不信？这个是很奇怪的讲法，因为只有祈求才需要什么应允嘛？你讹了上帝，刚好在天好，上帝应允，会袂？你若感谢上帝，你敢会听候上帝应允？拢袂嘛，就是表示讲咱的祈祷内面拢是啥物话？都是祈求，你才会把上帝有应允无当作是一件重要的代志。这是咱基督徒的偏差。你若去想想讲，恁的辅灵人每天跟你讲话都是说，你去帮我煮饭，你去帮我洗碗。你去那个
买菜好不好？好啊。各位看这，那是咱夫妻的对话，全部都是什么？要求，都是祈求，关系好不好？关系会不会好啦？不会好啦。哦，所以各位看这讲到这里，因为今日的经文在俄勒上帝，在俄勒上帝，在感谢上帝，刚好插出去做一个提醒。伊家呼吁咱爱俄勒上帝，俄勒耶和华，伊有互咱理由吼。咱若看了伊，就知影，诗人伊讲的很简洁，介情色1到6节，伊讲爱感恩，爱感恩，因为伊拯救甲医治。我若看伊描写耶和华的拯救甲医治，我会说，这是哪一种医治跟拯救吼？因为我说这是一款杀鸡用牛刀的关注是咧讲啥？伊则就讲哇，耶和华上帝医好伤心的人，包因的伤，对无？哇，安尼有感觉伊做温暖，做疼咱无？有无？有无？他下一句写什么？医算千神的数额随列甲因号名。不要忘记，各位兄弟，咱唔通袂记住，迄位会当安尼亲身甲咱医治、甲咱包咱的伤痕的这位上帝，伊是创造宇宙的上帝。伊大到什么程度？天顶的星星啊啦，一粒一粒算会出来，名咧，拢伊号的哦。各位兄弟。那这位遐尼大的上帝，立伫伊面头前算什么会？你在他面前是什么？是奈米对不？看无诶，是奈米呢。竟然这位上帝会甲你安那？甲你医治，甲你包你的伤痕。各位兄弟，不用把杀鸡安那？焉用牛刀？毋过伊就是安尼关怀，安尼疼咱。咱若真正会当感受到即款上帝用伊一个遐尼伟大的存在，安尼医治咱的时阵，你会感恩，你会乐乐。所以第6节伊毋才会安尼来提醒，伊讲。伊扶持谦卑的人，伊要降低歹人到涂骹。那这一段第6节其实也是要再接下去11节，7到11节，嘛是咧讲啥？嘛是咧讲爱感谢爱乐乐。伊是诗人是用对大自然看到。耶和华上帝的念力，甲伊的供应，提起人，就爱感谢，爱乐乐。天地对，天地伊嘛是搁一届来提起讲，耶和华伊欢喜敬畏伊的人，伊欢喜望伊主爱的人。伊无看重迄个马骑较紧，也是最高。走的人，我靠家己下骹咬走，伊欢喜敬畏望伊的人，就是遮的人看知影家己的渺小，看知影家己是袂堪得，嘛看知影上帝的伟大，所以因会降服伫上帝面头前。我都讲过。那真正要来讲要讹上帝，咱得爱讲出理由，咱得爱知影是啥物原因。这是基督徒，咱兄弟姊妹，咱这个时代基督徒一个介大的问题。咱真正无好好去思考，是安怎来感谢这个上帝，是安怎来讹这个上帝。
上尾两句，最后2句说啊，哇，刚刚有兄弟这边在问讲，牧师，你最近讲到为什么都要讲到11点那么久？基本上公告的最后2节了呢，怎么那么快？伊将伊的话，指示雅各，将伊的律例甲判断指示以色列。伊讲20节今日的主题，伊毋捌安尼款待别国。就是讲，其实爱感恩，因为伊对伊的百姓是有特权的。伊讲耶和华上帝敢若对雅各，伊敢若甲伊的话指示雅各以色列人，伊敢若将伊的律例甲伊的判断指示以色列，即伊的百姓。伊讲耶和华毋捌安尼对待款待别国，因为希伯来人，因为以色列是伊所拣选的，是伊的百姓，伊的囝儿，伊特别安尼来对待以色列国。伊讲伊无安尼款待别国别人，安尼的话，我讲上帝的百姓要觉察，爱知影家己是享受这个特权的。伊毋捌安尼对待别国，为什么？完蛋了！我又问了开放性的问题。我问开放性的问题，大家都让你目睭紧紧看我。要问选择题才可以，对不对？上帝予伊的百姓、伊的囝儿这个特权，目的跟原因是什么？基督徒，咱伫世上满满享受上帝的福分，上帝的目的是啥物货？大家心里想一下。哇！我是基督徒，我是上帝的囝儿。哇！我拢足顺遂，我拢足惨的吼。我若拄着困难，上帝拢替我解决。我拢生水囝，因兜囝水查某囝，哇！一切拢足顺遂。咱基督徒安尼享受上帝的福分，上帝的目的是啥物货？上帝毋捌安尼对待别国，上帝无安尼对待，毋是伊的百姓的人安尼对待哦。上帝的目的是啥物货？是毋是食饱、困饱、享受饱饱，然后咧？各位兄弟，基督徒，咱食饱、困饱、享受饱饱，即摆来咧？是不是安尼？是不是啦？我说现在基督徒真古锥，人呢世界传福音，叫人来信耶稣来进来入来教会享受上帝福气，对不？是不是啦？你们都没有什么很兴奋的样子。享受上帝福气得到上帝福气，性命甲上帝结连来咧，来咧，就单死嘛，是不是安尼啦？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这一群上帝百姓的特权的目的吗？等死！人享受上帝满满的福气，来等看上生死。你先我就甲你办个别礼拜，我等我甲你，我甲你讲哦，我的个别礼拜我要甲你讲道哦。我要自己讲道我会先录好。唱歌互恁唱无要紧啦，我家己讲得哈。再讨论，技术恭维再讨论。各位兄弟，我要再问了，我不放你们过我不放你们过咱真做上帝所拣选，上帝满满福气稳定临到伫咱的身上的这的基督徒，咱是上帝的百姓，上帝的囝儿，上帝对让我们有特权呢，有无啦？要问各位兄弟，恁即摆有在享受上帝满满的稳定伫恁的身上无？有无啦？无嘛爱讲有，无人甲你笑，有没有？有那享受这么多恩典干嘛？要创啥？
等死！你再不讲就是等死了啦。要活出什么？上帝，活出生命上帝的样子啊！回去看，你回去看亚伯拉罕，哦，那看创世纪，亚伯拉罕上帝甲讲啥？伊讲地上万族要满足，要对你得到福气，哦，不只是安尼，伊讲地上万族要因为你的好诶得到福气。我挑你啦，亚伯上帝讲，我挑选你，我拣选你。一个目的是安那？要互无认捌我的人，要因为你得到我的福气。啊，不只是你，我要互你的后裔安那，成做大国，要互万百姓对你的后裔安那得到我的福气。如果从旧约看过来，上帝绝对唔是拣选亚伯拉罕。啊，互伊福气，互伊得权了，互伊等死嘛，是毋是？就是上帝期待这个以色列人，因伫这个世界活出一个无共款的款式。这个目的就是要互毋捌上帝的人，当因看到以色列人甲上帝关系遐好，互上帝无共款的对待，所以因会来亲近上帝。这是上帝对亚伯拉罕对旧约以色列人的期待。我认为因做无到，他们没有做到上帝的期待。因为以色列人颠倒看轻安那，看轻这个外邦人，因认为家己是上帝所拣选的、享受特权的人，因看轻别人。因根本无认为因是爱成做一个典范，成做一个模样，要互看，要互知影上帝会恩典伫因的心上，因无好款待这个外邦人，所以会当讲因的任务，在某一个程度来讲是失败的，是失败的。所以到新约。等于讲，上帝甲以色列人的定义安那扩大，还是重新定义？所以，即马是啥物人是上帝国的百姓？啥物人是上帝的囝儿百姓？敢是敢若以色列人？包括啥物人？各位兄弟，爱大声好大讲，包括啥物人？讲基督徒，咱咧讲别人呢？啊，包括啥物人？敢若书会要讲我尔，你拢唔敢讲我是无？哈，咱拢是上帝的百姓，所以这敢有留落来？这个愿望甲期待有留来无？就是讲，世上的人爱对咱的性命看到上帝的福气甲疼，要对甲咱的交陪内面去享受到上帝的福气，这才是上帝是安怎毋捌安尼款待别国，敢若安尼款待咱的迄个原因。所以我才说，各位兄弟，我差要讲，时间要到了，真做试吃品的教会。咱即个教会徛伫即个世间，咱来真做迄个试食品、试吃品。啥物试吃品？我上爱用 Costco 做例，哈，阮兜囡仔啊，即摆大汉啊，吼，因为因细汉的时候，拢上爱去 Costco 要创啥？啊，去排队试食，吼，因拢足够排的，吼，大概拢排会着。啊，有当时咱共摕2个，摕2个，就讲爸爸进来食，我都唔。我都假装不认识他们哈。哎 ，Costco 是安尼要互你试吃品，啊，你若食咧好食安那，
你就去互骗去嘛，对不？啊，你就会买。所以对厂商、对厂商来讲，敢有吃亏？有吃亏无啦？无吃亏啊！食好食，互你去食免钱；食好食，毋过你会买嘛，是毋是？啊，毋过咱若缩小看，对迄个试吃品本身有没有吃亏？有没有？有啊！啊，就迄包互食免钱的嘛。啊，迄包对迄包来看，迄包有食亏无？有啊。啊，毋过有甘愿无？哥阿姐有甘愿无啦？哎呦，这做一个考虑咯。你迄包哪看你迄包既重要？你那一包，我在想什么？快点，嘿呀、啊，迄包鸡卵糕，你甲你咧食？啊，好，迄包不让你巧克力，迄包若看家己既重要，啊，互食免钱的时阵会伤心袂？会袂啦，迄包啦，我咧讲迄包啦，我毋是咧讲厂商啦，我咧讲迄包啦。去互食免钱的时阵会伤心袂？那我那么高贵，我是高贵的 brownie 呢，我要做出我这么好吃不容易呢，我应该可以卖美金200元呢。啊，即摆互恁食呐，会伤心袂？会滴目屎袂？迄是因为你看你即包既重要，各位兄弟，你甲你家己看既重要。我讲每一个教会拢是上帝放伫即个世间的试食品。当教会看家己既重要的时阵，无爱互试食的时阵，你就会感觉互食免钱是心酸，对无？伤心，流目屎。啊，毋过各位兄弟，你的眼光若毋是看到你家己的试食品，你看上帝讲，我带比喻内面的厂商。上帝讲，你知影你会互试食，会对上帝讲是好的代志，你敢会互试食免钱，拢流目屎？会袂啦？不会吧？我今天最好的那个暗装就是咱的诗慧加倍姐哦。各位兄弟，咱爱了解是安怎，咱有即款的特权，上帝是安怎无安尼，伊毋捌安尼款待别国，伊敢若安尼款待咱基督徒，咱满满领受伊的恩典，伊的快乐，伊的滋味伫咱身上，伊要互咱真做，要互万国会当因为咱得到上帝的福气。若即个试食品讲门关起来，咱家己来安那？自嗨，咱家己自嗨，这拢毋是基督徒，甲咱无关系。咱基督徒的资源，基督徒的物件，拢家己安那享受，安尼有好无？好无啦？赞啊，特权嘛，这拢满满对上帝来。这包试吃品的臭铺啦，试吃品伊的目的放伫遐。就是要让人家怎么样试吃，食到迄个啖到迄个上帝国的滋味。各位兄弟，咱来搁一摆问家己，是安怎上帝毋捌，伊毋捌安尼款待别国，他不曾这样款待别国。伊敢若安尼对待咱尔，因为上帝对咱有期待，有一个目标，咱来达成，就是古早伊对亚伯拉罕所期待的，万国要因为你得到我的福气，万国要因为你的好的得到我的福气。即马上帝嘛甲咱讲，基督徒，万国万百姓。所有的非基督徒，要因为咱得到上帝的什么会福气？那怎么做？怎么做
怎么做才是讲，才会非基督徒要因为基督徒得到上帝的福气？敢毋是咱愿意较吃亏的？咱愿意比较开放自己，互这本来甲咱无关系的人，竟然会当甲咱做伙来享受上帝福气，是毋是？会不会吃亏？各位兄弟，会不会吃亏啦？会不会受苦？会啊。啊，毋过咱若想着讲，我是啥物货？我是啥？弃甲品，你就感到非常光荣，因为咱会遐好食，上帝毋捌安尼款待别人，上帝安尼款待咱，所以咱会变做遐尼可口，遐尼水，遐尼好，遐尼好食，遐尼芳。这是有目的的，毋茫咱坚强、欢喜、甘愿，成做一个好食、芳芳的试吃品。虽然会受苦，虽然会吃亏，啊，毋过毋免惊。咱所信的主耶稣基督赢过这个世界，同心来祈祷。